歡迎收睇拉斯維加斯情報站。今日係2025年12月27號，禮拜六。今日我哋會為大家跟進多宗本地嚴重交通意外同埋治安事件，包括唐人街一場大火，令到多間商戶受損。另外，2026新一年將至，內華達州將會有新法律生效，會影響到大家嘅汽車保險同埋酒駕刑罰，一定要留意。拉斯維加斯唐人街嘅琴日朝早發生火警，位於 Spring Mountain Road 嘅 The Halal Guys 餐廳起火，火勢迅速蔓延，導致附近多間商戶都受到唔同程度嘅毀壞。有商戶員工表示，因為鋪頭損毀嚴重，目前被迫停工，係因為無法返工，生計大受影響。消防部門目前仍在調查起火原因。由下個月1號開始，內華達州將會實施多項新法律。其中針對酒後駕駛 DUI 嘅刑罰將會大幅加重，同時汽車保險嘅最低保障範圍亦都有所調整。各位司機朋友，記得檢查清楚你嘅保險條款，以免違法。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局嘅兇殺組目前正喺西南部 Warm Springs Road 同埋 Fort Apache Road 附近一個住宅區進行調查。警方喺接報後封鎖咗現場多條行車線。初步資料顯示，事件涉及一宗疑似兇殺案。目前警方仲未透露死者身份，或者係咪有疑犯被捕。琴日嘅 Boulder Highway Gap Desert Inn Road發生咗一宗嚴重交通意外，一名電單車駕駛者同汽車相撞之後受傷送院，目前情況危殆。受意外影響，該路段曾經封鎖咗幾個鐘頭進行調查。警方提醒，節日期間車流較多，呼籲駕駛者要特別留意路面情況。一宗由東谷開始嘅高速追逐戰，最後嘅11號高速公路近 Decatur 附近結束。警方表示，一名疑犯駕駛失竊車輛企圖逃走，期間導致多架車輛受損。好彩最後警方成功將疑犯拘捕，現場冇人受重傷。呢次追逐導致11號南行線一度嚴重擠塞。一宗發生嘅 St. Louis Avenue Gap Fremont Street 附近嘅警匪對峙事件已經和平解決。一名嚟自外州嘅通緝犯喺住宅內反鎖自己。特警隊 SWAT 到場包圍，經過幾個鐘頭嘅對峙，疑犯最終投降被捕。警方已經恢復現場交通。喺拉斯維加斯以北嘅93號公路上，琴日發生一宗致命翻車事故，一架私家車失控翻滾，導致車上一名乘客當場死亡，司機就受重傷送院搶救。初步調查顯示，意外可能同超速有關。拉斯維加斯警方最近調查一宗涉及城堡法嘅槍擊案，一名男戶主喺屋內擊斃咗一名強行闖入嘅不速之客。法律專家指出，根據內華達州法律，民眾喺自己居所有權使用致命武力保護自己。目前警方判定戶主行為屬於合法自衛。隨住冷鋒過境， Mount Charleston 已經變咗一個銀裝素裹嘅冬季仙境。呢度嘅降雪吸引咗唔少市民上山玩雪，不過管理部門提醒，由於山上車位有限，而且路面可能有結冰情況，建議上山嘅朋友要檢查車胎，並做好御寒措施。拉斯維加斯藝術區 Arts District 將會喺2026年進行大規模升級。同時，有本地非牟利組織正發起社區修復行動，旨在提升鄰里自豪感。我已經將揾相關義工申請嘅連結放喺嘅下面資訊欄，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嚟返睇下其他嘅消息。有一項最新調查發現咗個幾特別嘅現象，一項關於2026年僱傭趨勢嘅報告指出，僱主而家更睇重實際技能而非學歷。調查顯示，因為遠程辦公普及化，溝通能力同埋自我管理能力成為咗招聘嘅核心。呢單新聞對計劃轉工嘅朋友幾有參考價值。今日嘅新聞報道完畢，多謝收睇拉斯維加斯情報站。以上內容僅供參考，最新消息請以官方發佈為準。聽日見。想緊貼拉斯維加斯本地嘅最新消息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多謝你嘅支持。